Testing, testing. Let's see if it works. Peace out. I'm gonna document myself doing my thesis in Chinese and online. Yes. Father, help me. Thank you. All the teachers are here, including our classmates, and we are going to start soon. This is powerful. Wow, I wasn't thinking it will be there. Oh, everyone is here. Anyways, I hope you'll enjoy. 之后呢，时间要控制好时间，不要超过10分钟。也请我们的徐梦楠同学呢帮我们计时。每一位在这个同学答辩结束之后呢，我们就由各位老师来依次提问。好，那么下面我们就请我们的主席，请吴老师来帮我们主持吧。现在听到声音了吧？听得到，吴老师可以开始。这个，我刚才说这个我没有把这个静音打开。我想呢，就是我们请各位老师，我们各位同学呢，都把这个摄像头呢打开，那么我们可能交流起来呢就比较方便一些，操作比较方便一些。我们实际上就是刚才这个潘老师呢，对我们这个答辩委员会各位成员做这个介绍。我在云南师范大学，其实呢也谈不上什么多少这个经验东西了，就是主要是我们这几年我们在培养这个汉语国际教育硕士这方面，这个遇到的问题困难，或者这个一些或者说一些努力的做法呢，那么我们通过这次答辩呢，跟各位专家做一个交流，这个我们每位同学呢，我想我们从答辩的目的，开启答辩的目的呢，就是第一就是保证大家的这个论文呢，能够要符合我们培养目标的要求。第二一个目的呢，就是要让我们的这个每一位同学选了题以后，定了题以后，能够坚持写下去，写出一篇自己满意的论文来。这个不要中途而废，这是我们答辩的一个目的。所以我们每位老师可能在看到大家的题目的时候呢，都会针对大家的问题，提出意见，提出看法。那么就希望我们每一位同学呢，都要能够理解我们每一位老师的这个为什么要这样提？可能有些问题呢还比较尖锐，这个。但是，就是我刚才为了一个目的，就是保证大家能够顺利毕业，顺利完成这个论文。我想我们论文答辩呢，主要是做几个事情吧。第一个事情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题目选题，这个符不符合要求，符不符合我们培养目标的要求？我们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这个专业硕士这个呢，它在这个选题上呢是有一定的要求的。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我觉得就是说，我们选题，这个题可以可以写。那么我们再看，怎么样的可以写呢？就是说，我们的研究方法是不是得当，能不能保证我们的研究方法能不能保证我们得到需要的数据，我们得到的东西能不能支撑我们这个选题？我想，如果能够满足这个条件呢，我想我们这个题目呢，就应该是可以通过。可以说是在这个内容上、结构上、文献综述上边、研究现状的这些方面呢，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不足。那么这些不足呢，我想我们可以在下边在写论文的时候再做修改调整。那么实际上我们一篇论文呢，也不可能我们一开始就把所有的细节都敲定，以后就不会再改变。可能我们在写的时候呢，会发现要做一些调整，
原来自己的想法呢，可能跟我们的实际情况不符，要做一些调整。那么我想呢，就是看看我们从这2个方面来把握我们今天这个选题。我们看看我们其他4位老师，也是我们这个答辩委员会，我们是4位嘛，6位了，是不是啊？还有吗？对，我们一共是6位，我补充一下，那么就是说各位导师就是轮到这个点评自己的学生的时候呢，就回避，就自己的学生呢就不用发言了。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每一个学生就是保持在5位老师。那就是说最后这位老师表决的时候，如果你们还有一个表决环节，我看你们是吧？表决的时候对，就是最后对导师也不参加。你不参加表决。对。那么我们6位老师，这个我们就这个分别提意见。我想呢，就是还是就是以往我们这边答辩的，经常像我这样一个组呢，无论是论文答辩也好，开题答辩也好，都是从一个老师开始来提，是吧？那么这样我们也可以。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第一次，比如说我们首先潘玉华老师来提，然后下一步呢，沈林老师来提，然后这样顺着来，我们还是顺着来，大家有什么意见呢就提一提，共性的意见呢我们就不多比如说这位老师提了，我们第2位老师共性意见，我们就尽量就不再重复，这样呢我们可以节约一点时间这个时间呢多留给这个同学们。是吧？那那么是不是我们现在就开始了？至于说中间这个环节什么时候该停了，要大家商议或者要投票的时候呢，潘老师这边呢就随时主播，好吧？好的。现在我们是不是按照这个顺序呢？已经出了序号已经出来了，是吧？是的。